各位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Ken 哥講波講東遊講西嘅時間。今集啦，我係想講歐霸嘅賽事，曼聯主場對里昂呢場比賽嘅，大家都知道啦。最後咧，曼聯咧喺主場5-4反勝里昂嘅。咁可能你哋都會講啦，我 Ken 哥好多 YouTuber 啊，甚至乎球評家咧都有講呢場比賽，講曼聯個戰術係點運用啊，或者啲球員啊點打咯。而家你仲講歐咗啲喎。今集係有少少特別嘅，因為咧我係想透過呢一場比賽咧講下乜嘢叫做成功之路，同埋點樣做到成功，有咩契機呢？成功之路咧，第一樣嘢咧必須係有堅毅同埋希望啦。喺困境嘅時候咧，曼聯咧一度落後到2-4，仲要喺下半場加時下半場嘅初段，仲要係打多一個人嘅時候咧，竟然落後里昂2-4嘅，好多人都認為曼聯呢場賽事咧應該係完蛋啦，但係球員保持住一個非常之堅韌啦，保持住韌性啦，佢哋咧係冇放棄到呢場比賽嘅。正係一種堅毅咧，對存在肯定嘅意義咧，成功往往唔係嚟自順境嘅累積，而係透過絕望之中堅持信念嘅勇氣啦。曼聯喺最後7分鐘連入3球，由追平去到反勝咧，係體現咗唔會因為喺惡劣嘅形勢之下咧否定將來嘅可能性。呢種心態咧提醒咗我哋咧，無論環境幾咁惡劣都好咧，保持住希望同埋行動力咧，係逆轉命運嘅重要關鍵之一。第二樣嘢就係團結同埋合作，透過合作咧發揮1+1大過等於2嘅力量啦。曼聯嘅逆轉咧並非靠幾位球星嘅努力，而係靠全隊喺關鍵時刻嘅協同努力。例如文奴嘅追平咧係由卡斯米路咧俾個波俾佢而射入嘅，而絕殺嗰球咧亦都係麥佳亞啦靠卡斯米路嘅傳送而頂入嘅。咁所以咧你哋見到啦，如果冇卡斯米路或者冇其他球員嘅配合嘅話咧，係做唔到反勝嘅。所以咧，成功咧係嘅頂峰咧，往往需要球隊嘅默契咧，同埋奮鬥作戰。而喺曼聯喺壓力之下咧，展現咗一個團結性咧，反映咗每個角色咧，無論進攻又好，或者係助攻都好咧，佢適當嘅時候咧，都擔當適當嘅嘢，負責翻佢哋嘅責任。喺生活之中成功嘅實現咧，同樣都要其他人嘅協助咧，共享目標同埋壓力咧，先至能夠達到成功嘅。口渴飲杯 Unitas 嘅飲品先。第三樣嘢咧就係嘅機遇，第三時間同埋機遇啦。成功咧往往取決於能否喺關鍵時刻咧找住一個瞬間即逝嘅機會嘅。曼聯喺最後補時7分鐘入邊啦，捉住咗里昂嘅防線疲憊同埋失誤咧，迅速轉化為入球啦。所以咧成功之道咧，有時係唔需要長期嘅準備，更加需要敏銳嘅時機同埋把握嘅能力。曼聯喺逆轉入邊咧，顯示到佢哋咧喺壓力之下咧保持冷靜，並且利用對手嘅破綻咧，咁樣啟示咗我哋咧，只要有耐心同埋果斷咧，兩樣嘢係必須要嘅，先至能夠喺決定性嘅時刻脫穎而出，繼而成功在望。第四點就係適應同埋變革。成功之道咧，首先在於你能唔能夠喺失敗之中學習超越自我。有睇呢場波比賽嘅朋友都知道啦，曼聯喺上半場嘅時候領先2-0，下半場咧竟然俾里昂追平2-2嘅原因，首先第一佢哋後防出得太厚啦，其次解圍你都解得唔係好好，結果俾人哋攀平2-2噶啦。當時咧佢哋已經調整策略，加強進攻，再加上對方2黃1紅打少一個人，諗住成功在望，點知道竟然落後翻2-4。但係咧，曼聯嘅球員咧亦都冇放棄到嘅，針對里昂咧少踢一個人咧嘅劣勢而加強進攻啦，展示咗從錯誤中學習嘅能力。失敗咧其實係成功嘅試煉場。曼聯冇因為落後咧而崩潰，而係透過快速嘅適應改變戰局咧，呢種韌性同埋成長心態咧提醒我哋咧，其實成功嘅人咧亦都係會犯錯嘅，係要從挫折中學習，找到適當嘅路徑，繼而邁向成功之道。第5點，做任何事咧都一定要有一個鬥志嘅，鬥志咧往往能夠超越咗理性嘅局限。喺曼聯嘅比賽入邊咧，去到尾段嘅時刻咧，每個球員咧都好有鬥志，冇話因為落後到2-4嘅時候咧而失去咗信念嘅。呢種鬥志就係成功嘅催化劑。
曼聯嘅逆轉唔單止係技術或者策略性嘅勝利，更加係鬥志嘅奇蹟。呢種魔性再現咧嘅力量啊，亦都啟發咗我哋咧追求目標嘅時候咧，必須要注入一個鬥志，因為鬥志啊，去點燃咗我哋內在嘅無限潛能。好口渴，再飲啖 Udinese 嘅飲品先。所以咧，成功嘅因素咧係關鍵在於你有冇堅毅啦、團結啦、時機啦、適應同埋鬥志等等嘅因素。成功之道咧係唔能夠避免困境嘅，而係喺困境之中找到出路，亦都唔係單打獨鬥，而係喺集體嘅協同同埋奉獻。成功之道不在於一帆風順，而係找住嗰一刻嘅瞬間嘅時機，亦都從失敗中成長，以鬥志燃點希望。呢場賽事咧唔單止係一場經典嘅反勝賽事，亦都係逆境之中取得成功嘅縮影。好，各位 Ken 哥講波講東又講西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其實我仲係一位宴會同埋活動嘅司儀嚟㗎。如果你哋想同我合作嘅話，請你哋喺以下嘅連結咧或者 WhatsApp 嗰度聯絡我，我會好樂意同大家合作嘅。好啦，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